北京好看啊！来，男生来，快点！排这一排嘛。快没电了，快点！呀，不少。哦，这边好一点，这边好看一点。男生先上去帮我们家拍一个。呀！男生嘛，这边好看。这边白色的背景好看。啊，你们俩。可以铺这房子下面屋檐下面，那啥要给，可以铺的。好，来，男生来看。要么一排嘛，来，这边有一位嘛，全部都这边嘛，排一排嘛。小女哥，要么一排嘛。来，男生拍不拍？手势不要来，单身下来。哇，叔叔来了！家人们谁来了？来看这里。这是的，好搞笑哦！东西坏了那是不要来。让一下女生让一点点，不是女生让一点点。3、2、1，吃鸡！整，快点！3，来嘛！全部都吧，全部。来，我们拍集体的嘛。全部集体的吧，一起拍嘛。全部拍嘛，站两排。蛋子的眼睛好不好看呀？半天，快去快上，快没电了！谁看我们家？谁拍？我拍，我来嘛！这边好看一点。弟弟，你让一下。你先让一下，我们不要就。可以，等一下。把大家拍开去。男生快一点啊，这种快点！哎，这边切掉啊，这边切掉。没事，我这调整。OK。来，所有人拍集体的。男生蹲着嘛。没时间了，让演出嘛，开始了。男生在前面蹲着，然后女生在后面嘛。哎呀，他不拍了，真的是。可以了，你们俩可以了。来，集体嘛。拍一张人气场人。好，集体照。这个背景。来，集体照就完了。来，这距离不够吧？这。一排可能没电了，那个。来嘛，站着2排嘛，然后过来。男生先蹲嘛，男生这样不要的，男生这样好，男生后面转，男生这样蹲，男生蹲在前面就可以了。当明星了是吧？干啥？亲爱的观众，大家中午好，欢迎来到2024年金川县第8届武术梨花节暨春季音乐季开幕式的现场。活动即将开始，请所有来宾陆续就座，并将手机朝着震动或听音状态，对您的莅临和配合表示由衷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。哎，20个人。这样，我们来一点。哪里不好看说一下。坐好。这个站远。不用。没有手。也可以啊。好的，掌舵。20枚小金不是。哦。好。站过来。金川梨花节开幕式。不要这么慢，那个金川梨花节，然后人马情况。来，一人说一个呢。统一一个口径。统一
照片都拍不全。遮住了。我这个拍照片都拍我要把焦点。70有和50左右。不然你数不全。都说在那个网球了。视频我可以做移动嘛，对吧？但是照片不行。茶不工程团队预祝金春梨花节开幕式圆满成功。来，1、2、3，开始。等一下，开始了。预祝金春梨花节开幕式圆满成功。开始。站远一点。我们准备好了。玉峰哥，你站那里。来，都先看我这里来，准备啊！啊，看我这里，1、2、3，开始。卓越小虎国专团队预祝金春梨花节开幕式圆满成功，恭喜！来，我这里拍一个视频啊。等一下，看我这里，看我这里。最后喊扎西德勒啊！看我这里哈，来，预备。你这里没有什么客户啊？1、2、3，开始。卓越小虎国专团队预祝金春梨花节开幕式圆满成功，扎西德勒。好，然后再等一下，拍2张照片。行吧。前期吧，就是前期比较好看。哎，但是你觉得你的动作好看吗？把眼一取了吧。不要劈开，不是那个腿长一点吗？就是门。坐嘛，出的声音都沙了，沙哑了。来，看我这里哦。3、2、1，看前面镜头啊！好，看我这里，1、2、3。好，别动了，别眨眼。好，OK 了。好，辛苦了，这好看，好看，完全可以。马上开始了。电池都废了一块。没电了，这个缺乏。没电了。来，小这个你不去看了。这边。你们可以去前面。对，我们去前面拍。你换了吗？换了，不然那个什么总导演没有找执行导演太夸张了。连线参加了吗？连线参加。小你去吧，如果有问题给我打电话，来找我啊，后台。那你们是12点？这个比较好。他们说12点。安排一个吧，哥哥。他们这边10点钟才开始的。郭哥，拍照片。好。来，我们所有人都能拍一个起嘛，小一点就知道你看我，不要嘛，不好看嘛，所有人都没办法，拿刀。我们应该去前面拍，很好看。对，这样拍。我们去前面的。前面能让拍的吗？现在可以，不行，他们要会说嘛。我们不上台啊。小龙听不可。要不我们就演出完了再拍。演出结束也行。演出结束了。老师，我们一起。老师在这边一直这样。手机的镜头。这边那个背景好看，所以大家都在这边拍，因为这边人少嘛，还有就是这个，你看嘛，这个围墙好看，这个涂鸦的效果，这涂鸦后面写的那些，还有就是背景好看。哇，休息了半舞哎。也有点点黑的。好看。欢迎到金川台。
是要看评论，还是要看我，因为这边我右边2个支架，靠2个直播，一个团队的和一个同样的是要看一下。走喽！筷子3兄弟呢？哦，不是3兄弟，3姐妹。你们3个要拍吗？你们3个一起拍吗？3个一起拍吧。